现代台语版圣经马太福音书第24章。耶稣对圣殿出来，拄要离开的时，门徒活来，报伊看圣殿的建筑物。耶稣甲因讲：遮个恁检毋是拢有看到？我实在甲恁讲，伫遮一切拢会受拆毁，拆甲无两块石相塔。耶稣伫橄榄山顶得坐的时，门徒私下来问伊：请甲阮讲，这个代志什么时会发生？你的来临甲今世的结局有甚物兆头？耶稣应讲：着谨慎，才免受迷惑。因为有真侪人会利用我的名来讲，我就是基督，来迷惑真侪人。恁会听到战争以及战争的风声，着谨慎，毋免惊。这个代志一定会发生，毋过终局还未到。因为民族会起来攻击民族，国家攻击国家，真侪所在有饥荒甲地动。这一切的代志，不过是催阵痛疼的开始。迄时，恁会互人掠去，受苦楚、杀害；恁会因为我的名，互万民怨恨。迄时，真侪人会失去信心，互相出卖，彼此怨恨。有真侪假先知会出现来迷惑真侪人。不法的代志若加添，真侪人的疼心会渐渐冷淡。毋过忍耐到最后的人会得到救。这个天国的福音会传到普天的，对万民做见证，最后终局才会到。所以，当恁看到上帝通过先知但以理所讲，迄个可恶的毁灭者徛伫神圣的所在，读的人就明白即句话的意思。迄时，伫犹太的人就逃走去山内，伫厝顶的毋通落来摕厝内的物，伫远年的毋通转去遐外衫。伫遐日子，有神因的，甲互婴仔食奶的妇人非常不幸，着祈祷恁才免伫冬天也是安息日逃难。因为伫遐日子，得要有大灾难，是创造宇宙以来毋捌有的，将来嘛袂阁有。上帝若无减少遐日子，无人会得到救。毋过为着伊的选民，上帝会减少遐日子。迄时，若有人甲恁讲，恁看基督伫遮，也是讲伊伫遐，毋通相信，因为有一寡假基督甲假先知会出现，惊大神业甲奇事来迷惑人。若话当，连选民都要甲因迷惑。我已经先甲恁讲啦。所以，若有人甲恁讲，恁看基督伫旷野，毋通出去，也是讲恁看伊伫房间内，嘛毋通相信。死若对东边，死到西边，人子的来临嘛会亲像安尼。尸体伫倒位，秃头鹰拢会牵我去遐。这个灾难的日子一个过去，日会变黑暗，月会发光，星会对天顶落下来，天顶的光体拢会摇绝。迄时，人子的兆头会伫天顶出现，地上万族万民拢会啼哭，因为看见人子充满权能甲大阳光，坐天顶的云来临。
伊会找伊的天使，分响亮的喇叭，对天的即边到天的迄边，对四方召集伊的选民，着对无花果树学习，记半夜发晓的时，恁就知热天得要到啊！亲像安尼，恁看到这一切的代志的时，就知人子已经接近到门口啦。我实在甲恁讲，这世代还未过去，这一切拢会发生。天甲地会消失，毋过我的话绝对袂消失。关系迄个日、迄个时，无人知，天顶的天使毋知，囝嘛毋知，只有爸知若定。因为人子会来临，嘛会亲像那阿的时的情景。大水来以前，到那阿进入大船迄日，人照常啉食过带，因糊里糊涂拢毋知，大水忽然来，甲因拢冲走。人子会来临，嘛会安尼。迄时有两个人伫园里，一个受接去，一个放地。两个负责人伫话务间底画石帽，一个受接去，一个放地。着警醒，因为恁毋知恁的主什么日会来临。恁着知，即家的主人若知暗时几点贼仔会来，一定会警醒，袂互贼仔乌壁孔入来厝内。所以恁嘛着准备便便，因为人子会伫恁想袂到的时阵来临。若是安尼，什么人是忠实佮聪明的仆人？就是主人交代伊管家内其他的仆人，照时分食物互因迄个人。主人转来的时，看到有照安尼在做，迄个仆人实在有福气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主人会派即个仆人管理伊拢总的财产。迄个歹的仆人若心内想讲，我的主人袂遐紧转来，就拍平平做仆人的，佮甲酒醉的做伙也啉也食。主人会伫伊无按算的日，毋知的时转来。主人会严严甲伊处罚，甲伊甲假好的人下做堆，伫遐因为啼哭家牙切齿。